不知华妃娘娘喜欢听什么？花好月圆人长久，今夜良宵，就唱支情意缠绵的曲子吧。师娘要渡师娘，手捧着百宝箱，终身投进滚滚长江，再也不见我的郎。曲儿也不能唱，酒也不能喝，论说也是皇上召你们来的，你们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也就罢了，可是皇上……既然是华妃娘娘赏赐的，就喝了吧。是。甄嬛与玲珑这两位算还是得宠宫中的女子，同时受到了华妃的尖锐调侃与无情侮辱。玲珑心性较为脆弱，无法承受这样的屈辱，回到住处掩面而泣，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，一颗颗滚落在她细腻的手背上。甄嬛看着玲珑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她知道玲珑需要时间来平复心情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她需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在这宫廷之中，忍耐往往比反抗更有力量。于是甄嬛轻声细语地对玲珑说：“玲珑，我们要学会忍耐。这宫中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发泄情绪的地方，只有忍耐，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。”撇开皇上与华妃的旧情不说，只要年羹尧在一天，皇上就不会冷落华妃。在银装素裹的冬日里，甄嬛陪伴皇帝聊天，谈情说爱。这时纯常在轻盈地走来，手中捧着一束娇艳欲滴的梅花，那清新的花香立刻吸引了皇帝的注意。纯常在天真无邪的言语和纯真的笑容，如同春日的阳光般温暖人心，使得皇帝对她格外宠溺。在皇帝眼中，她的出现为这冬日添增了无限生机和温馨。纯儿就像一朵盛开的花朵，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，也深深地触动了皇帝的心。小主啊，待会儿咱们就要进养心殿了，您可千万别害怕。奴才伺候这么多小主了，头一个见到像您这么爱笑。玲珑性格内敛，常怀自卑之情，容易滋生嫉妒。当纯儿受到宠爱，言谈中流露出天真烂漫时，无意间触碰了玲珑的痛处。玲珑心中狭隘，误会纯儿是依靠甄嬛之事有意打压自己。小主，皇后娘娘来了啊！快请娘娘进来。听闻玲珑抱恙，皇后心生一计，假意前往探病，不料却在玲珑枕畔发现异物，赫然是布满银针的精巧小人，显然是华妃的替身人偶。皇后神色一变，佯装愤怒，指责玲珑暗中行此恶毒诅咒，对华妃不敬。玲珑面如土色，唯恐此举被皇后用作告发之由，让皇后心中另有盘算。她看中了玲珑的惶恐与不安，趁机抛出橄榄枝，意在拉拢玲珑。拿去烧了，本宫只当没看见。今天的事好在有人告诉本宫，要不然本宫也不知道。臣妾斗胆问娘娘一句，是谁？自然是与你亲爱的姐妹啊，不过她也不是有心的，她也很无奈。